Feliz cumpleaños a la comunidad de Santa Margarita, a todos y cada uno de los creyentes. El Señor los bendiga. 聖瑪加利大堂屹立跑馬地100年，多年嚟好多神父都盡心盡力為教友服務。由梁達才神父、嚴德龍神父接任成為華人嘅主任司鐸，同聲同氣令到教友更加親切。直到墨西哥籍嘅歐家培神父出現，當時有啲教友唔明白點解會有外籍神父做主任司鐸嘅安排。歐神父用愛同埋信德打破文化嘅隔膜。意大利神父被翻教區之後，由梁德才先，然後嚴德龍神父跟住咧，然後就我嚟咗啦。我會係第一個唔係中國神父嚟處理呢個堂區，會有啲神父啲教友會覺得點解會有一個墨西哥人嚟到呢度咧？不過我嘅思想又好簡單，我話呢個係一個信德信仰嘅團體，個中心係復活基督。我又係一個相信基督嘅人，我哋無論去邊度咧，應該覺得係好似返屋企一樣，係一個家庭。呢個喺信德嗰個諗法，喺實際嘅事情咧，就有兩方面啦，有團體有你。咁你覺得舒服啦，就會幫團體一步一步去覺得舒服啦。記住啊，已經係20年前，係好耐以前，唔會記得咁多嘢。我嚟嘅時候已經係80年，建立咗80年，已經有佢嘅傳統，佢嘅做法。咁嗰個問題會喺邊度咧？因為喺裏面咧，唔覺我哋而家做嘅事係咪係回應團體嘅需要？係咪係而家呢個團體係呢一個咁樣嘅社會有啲咁樣嘅需要，而我哋繼續咁樣做？我覺得係你去邊度都會遇到呢個問題，特別係有傳統嘅堂區，好似瑪加利大堂啦，嗰啲咁樣嘅諗法做法咧，會阻住團體成長。追求團體嘅成長，歐神父一直帶領堂區與時並進，見到新教友嘅加入，成為佢最開心嘅回憶。講最開心嘅時間啦，喺我嘅記憶嗰度，記憶唔係幾好啊，但係我都會記得啊。我哋慶祝逾越節嗰晚係要準備好多嘢，又要留意好多事情，但係有一種喜樂喺度啊，因為我哋會見到實際嘅團體點樣成長，啲新嘅人係嚟咗，啲就係話我哋嘅團體會越嚟越多人啦，呢個會係啲好開心嘅事。而講啲特別嘅事情啊，我係嚟嘅時候就係準備慶祝80週年，有一個大維修啊。咁我問，而我哋會用嘅錢喺邊度咧？佢哋話你有啊。我話咁啊點算咧？又要開始喎。佢哋話放心啦，放心啦。當然啦，你唔會放心啊，你會嗰啲公司已經會嚟做嘢喎，你需要有啲錢喺度。哇！點知咧係幾個月，整個團體都會參與，都會支持呢個問題。幾個月之後解決咗。哇！我話咁樣喎，唔少錢啊！我唔講幾多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即係話佢哋真係有心，佢哋就知道有咁嘅需要，佢哋就會面對呢啲咁樣嘅需要。歐家培神父重視禮儀，佢希望每一位教友都有高嘅參與度，全程投入彌撒當中。我會問自己，教友會唔會同復活基督接觸咧？參與彌撒，舉行修和聖事，舉行
其他啲城市，呢啲教友呢班人或者呢個信徒有冇同復活基督接觸？咁啊，由我喺度嘅時候咧，20年前到而家都有好大嘅改善關於禮儀啊。點樣會使到佢哋有進步啊？我覺得要由嗰個基礎開始啊。佢哋需要因為係一齊舉行禮儀，要知道啊，嗰個參與性，佢哋要行第一。而呢啲我唔係只係講緊讀經啊、非信上先睇完啦、夫妻啦、高永全啊，我都係講緊神父，我哋都係咁嘅樣。我可以非常之跟住啲規矩做啲嘢，真係有秩序。但係如果我冇嗰個參與嘅心，我會阻住我嘅團體參與。呢個唔會係真正嘅禮儀啦。聖瑪加利大堂每個主日加埋提前主日，一共有10場彌撒，每場大概都有300-400人參加。要令到彌撒順利進行，負責各個崗位嘅禮儀服務員真係好關鍵㗎。其中包括祭台服務員，即係副祭，同埋負責讀經嘅聖言宣讀員。副祭就係神父身邊嘅好幫手。咁我哋喺禮儀裏面，當神父佢喺一個主要嘅角色嘅時候，喺旁邊所有嘅協調啊，所有嘅佢嘅左右手就係我哋副祭啊。咁我覺得同神父最緊要就真係溝通啦，因為可能彌撒之前祈禱嘅時候都可以多啲去問神父咯。加上我哋有時時都要有客席神父啊，甚至可能主教嗰啲嚟，有啲可能主保瞻禮啊嗰啲，咁我哋都會即係雖然未必有時間去彩排，但係都一定會喺彌撒之前會即係同佢 brief 下，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去配合，同埋都會同佢講解一下，咦，我哋其實平時係點樣做開嘅喎，睇下佢會唔會即係唔可以話迎合啦，但係叫大家合作到，或者大家調教下咁樣咯。咁副祭會，我哋接受9歲嘅男仔咧就可以加入我哋㗎啦。咁我哋依家現役嘅副祭裏面咧，由小學5年班啦，大概去到大學，甚至出咗嚟做嘢都有嘅，甚至去到50幾歲嘅都繼續去服務緊都有嘅。最缺人手通常都係考試嗰啲時候咯，因為有時雖然唔鼓勵啦，因為其實你 suppose 考試都應該要翻嚟望彌撒嘅，其實就，但係始終都有啲情況就係可能家長啊，或者可能自己佢本身都好大壓力嘅時候，如果再要去兼顧埋真係教區嘅一啲職務嘅話，可能佢哋就會好大壓力，咁所以就會 OK 可以俾佢哋休會一陣，咁嗰啲時間就可能要有啲人可能要跑翻多少少彌撒咁樣啦。係啊，困身係困身，但係唔會覺得佢煩厭啊咁樣，亦都幾開心嘅，反而即係隨時隨地都保持同呢個堂區有 connection。我都記得有一次聖週六嚟嘅。咁進堂嘅時候就熄晒燈啦。咁我哋行頭位嗰個副祭攞住個吊爐咧，佢就喺教堂裏面唔為意前面嗰一級啊。咁啊，結果成個吊爐撞咗埋去，然後粒炭就喺呢個漆黑中就一粒火光就飛咗出嚟。然後我哋後面嘅人望到都好驚，我想點算咧？會燒咗喺聖堂啊咁樣。我哋知道基督唔止臨在喺聖體之中，更加活生生咁樣臨在喺佢每一句説話入邊。所以喺彌撒禮儀當中，聖言宣讀完恭讀聖經嘅時候，呢一把聲就係基督親自喺我哋嘅心靈入邊説話。其實主要目的就係將天主嘅説話係透過我哋嘅宣讀員把口帶俾大家。我哋唔係話要好靚聲，但係問題佢要啲字清楚，大家聽得明白就最好啦。所有新嘅組員咧，我哋都會試音，試下佢嗰把聲入唔入咪啦，或者佢會唔會有啲懶音啦，或者係會唔會係有機會係漏口啊？因為我哋好擔心咧，如果佢哋有啲咁嘅問題咧，喺讀經嘅時候咧，令到啲教友聽出嚟咧係會有機會分心。嗱，我頭先講啦，除咗讀經領經之外咧，我哋仲有一樣嘢負責嘅，就係我哋撰寫每個主日嘅信友禱文。
咁呢個係嗰個挑戰嚟嘅，因為寫上嘅禱文都要係有個格式去寫啦，同時都要清晰我哋嗰個內容係啲咩咯。咁所以而家暫時有幾位組員負責，咁遲啲我都希望即係其他組員都可以幫手。